习近平在巡视所谓新疆前夕，当地政府再度提升维稳措施。乌鲁木齐等地警方以限制维吾尔人行动作为维稳手段，将数千人临时转移到了南疆地区。根据海外维吾尔人权组织披露，今年6月，在乌鲁木齐天山区、沙依巴克区等地被中共定义为社区矫正人员以及涉嫌参与宗教活动的维吾尔人被转移到了南疆，他们被告知必须接受为期1个月的法治教育。尽管国际压力大，中共当局仍继续实施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今年上半年，中共在东头觉斯坦中国化下启动了70多个重点项目。中共当局声称，通过新的商业环境，创造了87.5%的所谓就业岗位，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1个百分点。正在印太地区访问的美军最高官员周日在印度尼西亚表示，中国军队在过去的5年已经变得更加具有侵略性和危险性。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说，中共军机和舰船在太平洋地区对美军及其盟友拦截的次数在此期间大幅度攀升，而危险交锋的次数也增多。7月24日，中国空间站的第2个舱段问天实验舱由长征5号 B 重型火箭搭载升空。按照计划，天宫空间站将在今年年底完成第1阶段建设。不过，围绕着长征5号 B 重型火箭残骸无空坠落的争议也仍在持续。日本南部九州的一座火山周日晚上喷发，喷出了大量的火山灰和岩石，尚没有附近城镇建筑受损和人员伤亡的报告，但当局建议一些居民撤离。日本气象部门已将警戒级别提高到了最高的5级。7月22日，河南商丘出现了暴风雨天气，街边的屋顶、3轮车都被大风刮倒在地上。7月23日上午，应急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22日的暴风雨中，局部出现了龙卷风，目前无人员伤亡信息。